教宗良14世手持教宗方濟各最中意嘅白色玫瑰花，喺聖母大殿內教宗方濟各嘅墓前祈禱。呢一番景象係教宗良14世為紀念佢嘅前任教宗以及已去世嘅樞機與主教們而舉行嘅感恩聖祭結束幾小時後拍攝嘅畫面。此外，教宗良14世呢次到訪聖母大殿，亦俾我哋留低咗經常喺教宗方濟各身上睇到嘅教宗聖父嘅模樣。教宗良14世隨後喺保祿小堂嘅羅馬人民救援聖母像前祈禱，呢個係拜占庭風格嘅聖母像，深受羅馬人民虔敬。離開聖母大殿後，教宗良14世前往江道爾夫堡，呢個已經係最近幾週教宗嘅慣常做法。呢次並非教宗良14世第一次到訪聖母大殿。喺5月10號，即教宗良14世當選嘅2日後，以及喺6月22號基督聖體聖血節聖體遊行結束後，教宗良14世亦有到訪聖母大殿。